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清人杨荣商在评点明清文学时，有南花北梦之说。北梦指的是《红楼梦》，南花指的是长篇弹词《天女花》。我们即将欣赏到的，便是取材于《天女花》中左为明巧断无头案的一折戏《对鞋》。该剧融合了越剧传统戏的趣致与竹派鲜明的表演特色，兼具艺术性、趣味性及极强的观赏性。接下来，咱们一起来欣赏《对鞋》选段。
要把身女郎才女把家教